哦，这个南瓜哈，地头要留长一点，才不会那个烂掉坏掉。南瓜那个地头要留长一点。你看这个表面颜色，它刚开始是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，从绿色变黄色。你看要大概黄了这么多，才摘比较好，口感比较好，比较成熟。看得很绿绿的哦，吃起来说不会 QQ 的。你看那个培幼苗要栽培幼苗，要怕那个瓜鸟吃掉，要用网子，用绿色网子盖好包好，也可以控制它的那个成长，免得叶子太多了都不开花苞上。用这个袋子包着盖着哦，控制它的成长。就像这样矮矮的，它就已经都有花苞了。然后看到花苞，再把那个绿色袋子把它拿掉，然后加营养、加水分、阳光、空气、水。你看，那个厨余啊，跟那个南瓜种子混在一起的。有厨房里面有煮南瓜，有切南瓜，有籽哦，跟那个厨余放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埋着，比较容易发芽。然后旁边要塑胶袋加个土，有重量不会被风吹走。做记号说这里有埋那个南瓜种子，要记得浇水，要太干燥要记得浇水。避免，然后用绿色袋子包好盖好。你看卷起来，然后卷起来，卷向上，然后放那个土块，有重量才不会飞走。避免那个瓜鸟跑进去，避免被瓜鸟吃掉。